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国产的高端疫苗，23号开放注射，开放的头一天来注射的报道率高达92.8%，真踊跃。但是开放注射这3天来，通报着4件死亡的不良的反应，这个报道率隔天就落降到88.4%。虽然目前也无法度确定讲这个死亡的原因甲疫苗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都有议员来指出，讲当初高端疫苗在征求着受试者的时阵，都有排除5大类高风险的族群。第一，有慢性病无稳定者；第二，免疫系统无好，也则是有免疫系统的疾病者；第三，最近1个月有开刀者；第四，有咧治疗癌症者；第五，大不倒的太太。因为这5类的族群无经过测试，所以注高端自助力会安怎无人知。都医师来建议，这5类的族群也是卖注高端疫苗较妥当。国产的高端疫苗为23开始注，验过短短3天尔，就已经有4人注了后来死亡。虽然也无到确定讲甲这疫苗敢有关系，验过有议员就讲，当初要试高端疫苗的人，都有5类的人无建议登记。去年11月11日，卫福部的网站要登记高端疫苗受试者海报正面下骹就写讲，无稳定的慢性病、免疫系统无好，最近1个月有重大的手术、癌症疗程中甲有心的人，上好莫试。那如果我们只做了3000多人的2期临床实验，又排除了这5类人，那我们怎么知道疫苗对这5类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跟影响？医生讲，无找高风险的人来试，伫国外嘛真平常。是讲台湾受试的人数较少，严重副作用就看较袂出来。这种设计方式是为了成功的设计方式。那高端现在的一些弱项就是它没有做完3期临床试验，一些罕见的副作用一出现，哇，大家就会措手不及。建议是不是这5大对象应该就是排除在这次的高端疫苗施打3天就4人注完高端了死亡，或者疫苗报道率下降。8月23头一天报道率有92.8%，到24就剩88.4%。我想指挥中心现在应该也开始在做了，就是说，到底这4个个案集中在北部地区，到底他们的施打是不是同一个批号，还是同一批的生产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我想这个我们指挥中心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在里面，他们一定会很快去厘清这些问题。虽然死亡事件甲疫苗敢有关联，都要等专家的评估才有确定。不过医生呼吁讲，应该赶紧公布调查的结果，免得无民众听高端的信心，恐惊会受到影响。